来继续来看高雄市朴字特区是下港真重要的文创基地。这个半暝啊1点外的火烧厝，讲是专门咧卖迄个文创商品的本洞仓库，清出着乌烟。消防员赶到现场，先来弄破门要来拍火，煞因为风势来助火，愈烧愈猛。无到几分钟，这规个仓库4000平就烧到半天红了。虽然是无人伤亡，也毋过经营8档的心火，全部烧了了。这个头家是真心痛。规座仓库拢着火，伫半暝看起来火够恐怖，因为风正透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消防局出动真侪人力一直拍火，烧的面积差不多有300几平。都在里面啊，好累啊！厝边困到一半，拢被惊精神。有人看到仓库着火，惊一跳。因为里面事实上也都已经烧了，那你如果不把破门进去抢救的话，那它烧到最后那个玻璃破掉，它也是瞬间一片火海。发生火烧厝的所在是伫高雄朴字的本洞仓库，这是由文化局甲民间组的仓库商店。另外一边是空空的展场。挑人的空间，温暖色调布置，卖各种文创用品甲家备。2013年创立的经营8年的心血，即马拢烧了去啊！该发生什么就面对什么，这样就好了。特别当然就是因为它的行价是快木的啊，所以说大家这栋仓库你举头看的时候，就会看到历史的挑战受损，我们也会尽快的来修复。加在这摆火灾无造成任何人的伤亡，导火原因爱过调查，不过建筑物甲商品拢烧了去啊！要安怎复原甲修理，恐惊一个好好啊想看卖。